永没听到一封高人爱嘞。哎呀，你为我都趁家中的啊！嘿，啊嘿哟！你这还弄个这么个跑腿啊，跑腿啊！娘之父。天官三生呀！来我三生有功，三生请假苏空平吧，爹就会跑落去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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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是一语冲天，喜意沉沉啊！俺想到呢，这篇有一个五字，身作佳意，阴魂不散，待我向前去数假几分。啪！
一体看眼法。我命的言魂堂长，我乃金山太贤，既有何言何对我说明，我也何相注意呀？金山太贤。天开心为苍，唐路诉苦伤一番，来奔家娘该笑吹风，故情娘汉，故情娘汉那不参来哟。太贤，小奴的身世已经背败，只存一身的魄骨，我要如何重新做人呢？爱用善术开发，为是人的三魂七魄，只爱
你每年做来此山嘅山老爷叔，无论系天上地界，也系天内上下界，将他土石不内来听听，那个天鸟之声，你这呀山人的眼泪是倾倒，只爱听爱用心善变，相信你必能维持明天的模样了。真是太好了！可惜你就像跟我的水仙父母，强送爱结拜。好，跟爱就属你为你的，我来老你过年，从今后你做安到拍鼓鼓你的，莫不做地了拍鼓山安身，天地修炼呐。多谢母亲，从今以后，你请我好好要靠你做面噶。快随我去同内，是下山树开花，将你改条万年的烦啊！遵命。
心呐，可啊西天呐，去定啊。此生茶呀何妨啊？师傅，推空呀，走山，趁那别个妖雾弥漫，恐见有妖怪冲入。哦，有这件事情么？师傅。时间太推前去探山。八戒，你笑乜解呀？师傅啊，我谈起杨罗梦送客，桂花连篇，也系为按摩当的道，呀强，记呀强，我用去视听见菩萨去真见呐。师傅啊，太师兄言之有理。此山确实险恶，是会多加小心张错啊！哪有安动的妖怪？根本杀头开花，无可能嘛！